这个天气一个转变，有一寡乡亲都会头痛、颈角会酸，甚至血也无稳定，讲这叫做气上病。见若气温落降、湿个冷、季节的交替，就真会压起来。要避免这款的情形，就要穿好烧。老人囡仔，或者是慢性病族群，要更加小心，因为严重者可能会致使中风甲心肌瘫。2020年最后的重点节目宴会演唱会，各地跨年活动较侪伫室外吹冷风愈换温度愈低，你若穿无烧爱细热，有可能得着气上病。天气凉冷，血管收缩，有可能会变边痛。大气压力变化，颔管也开始会痛。平时控制了正稳定血压，最近雄雄称悬，然后这镜头。代表你面对气温雄雄降低，有可能出现气上病，唔通无要无紧。你若较严重呢，除了会中风，更加有可能发生心肌瘫。冷啊，跟夏天就不一样啊。血减的血压较高，气温下降嘛，血管收缩了，血压其实会很明显的上升，会导致容易肩颈酸痛啊，然后会头晕这些症状。医生提醒讲，为温暖的室内出去到寒冷的室外。这个原理袂输是热人的时快速出入冷气房，若无注意，人就会无爽快。气温的改变会引起血管的收缩跟舒张，这过程当中就会引发偏头痛发作。跨年活动要到啊，时到你若酸规暝，会记要穿好烧，包括颔管啊、腹肚甲骹底，拢要好好啊顾。随时要食一寡烧的物件，尽量加减煞，互身躯较烧热咧。也若无大大小小毛病来去治疗，恐惊新年的开始，就要去找医生。